大家好，我係 KK，而家會同大家分享中醫知識。首先多謝榮川愛心基金嘅贊助，同埋中醫機構寶順堂，同埋張玉如中醫師協助製作呢條片，等各位學習相關嘅知識。如果對內容有唔清楚或者唔明白嘅地方，建議你去諮詢專業人士啦。今集講解嘅係經絡、經穴。就住中醫所講嘅氣、血同埋津液，係點樣為身體提供養分嘅呢？人體嘅經絡就好似馬路咁樣，馬路上面有車，車載住貨物，貨物送到各個地方，就等於將養分送到身體咁樣。經穴就好似交通燈，綠燈就代表交通順暢，紅燈嘅時候車停低，等轉綠燈先繼續行。假設你膊頭痛，就好似紅燈長着，壞咗唔識得轉綠燈，點算呢？膊頭越嚟越痛，養分輸送唔到，咁點算呢？去睇中醫啦，佢會幫你進行針灸，或者使用推拿等等嘅治療方法，等紅燈變返做綠燈，養分就可以繼續輸送出去啦，膊頭嘅痛楚亦都會減輕。電視劇成日見到有人暈咗嘅時候，途人會大力咁撳佢人中嘅位置，過一陣就醒咗啦。原來人中係一個穴位嚟嘅，會刺激大腦甦醒，傳送嘅通道就係經絡啦。現時人體有361個經穴，而中醫使用嘅針灸同埋推拿都係好安全，風險極低，仲獲得全球越嚟越多嘅地區認可。再見。